监督政府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伫新竹的竹北8月有启用一个 AI 智慧公园，这内面有一座厝厝仔，不过这厝都伤过惊，而且厝落来所在拢是铺一寡碎石仔，着家长也烦恼讲，这囡仔厝落来会去测上。囡仔对厝流笼面顶免几秒钟就厝落来，算了是真欢喜。不过看较真足，毋那因为伤惊，厝落来速度真紧。 下骹厝的各拢是石粒啊，家长感觉有淡薄仔危险。太快了，那个太陡了。对，小孩子不适合啦。大家说这个必须要赶快处理，不然那个小朋友他们这冲下来速度很快，带下去的时候，那大腿内侧整个会被刮到。竹北这座大型储流笼8月才拄完成，因为边仔有别项游乐器材，一开放就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佚佗。县政府赶紧解说。 边仔个是有限制13岁以上，再生生储流笼。规划一部分是属于13岁以上比较有挑战性的这些设施，所以就包含我后面的大碗宫跟整个民间游戏区。那一部分呢是规划13岁以下，就是其他的部分，那给一些比较低年龄层的小朋友使用。县政府讲会搁再加强设施设施，议员要求县府应该要想办法改善，让家长会使安心带囡仔来公园佚佗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